酱娘，我可是为你拼了啊！怎么停电了？服务员，停电了！服务员，老板，怎么吃啊？既然老板都来了，那要不然一会儿吃个宵夜去？我不饿。不饿？那真不巧啊！刚才小宁还说她饿了，我们正打算去吃火锅呢。那老板你先回去吧。啊。我说火锅。叫小宁，在。开车。我突然想吃个夜宵。你需要一大壶水，最好要冰的。快去。去吧。真好看。别看了，看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喜欢？跟你没关系。有关系。你不行，你敢啊？给我开了。水来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辣不辣。爽。不好意思啊，去个洗手间。怕了？谁怕了？油溅到手上了，去洗个手，有点洁癖。酱娘，我可是为你拼了啊！怎么停电了？服务员，停电了！服务员，老板，怎么吃啊？放心吧，我真没事儿。老板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让你等着我的，更不应该让你吃火锅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贪吃。我以后保证不会再让你看见晨晨了，他太坏了。我以前也很能吃辣，要不是因为火锅店停电，今天就能决出胜负了。火锅店为什么停电啊？没事儿没事儿，早点休息，我去早睡觉了，明天见。